这都唔是干那公德心尔，也个有法律的问题。因为弄到人煞做伊走，新竹市一个10岁查甫囡仔过车路的时，互车弄到，赛车人煞做伊走。厝边发觉这个查甫囡仔倒伫咧点仔加路，大家赶紧摕面罩皮互伊治理，安尼才袂去烫着伤。另外，大家嘛普文，未赛车人弄到人了后，也无人讲，今嘛警察已经找到伊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远远看到路的有放三角架，一个查甫囡仔都伫咧涂骹，拢唔敢叮当，因为伊伫咧转去的路的向互车弄到。警消赶紧甲伊扛起咧烫架顶的，才发现有好心的民众摕面罩皮住伫咧查甫囡仔的下骹，就惊囡仔伫咧烧烫烫的路顶会倒伤久，会烫着伤。啊，迄个甲伊弄到的驾驶已经找机会选去啊！ 就看到他倒在这边，我们赶快拿棉被跟他弄着。那沈仲学生说他有看到一个红色车子撞了，好像开到进骨折了。26号下晡5点外，10岁查甫囡仔甲朋友出去耍，准备要回去厝的，行到新德市的高峰路，想要闪过停伫路边的车，就行去路的，想袂到一台轿车弄过来，甲弄掉了后，佮走去。 10岁的小男童，然后他的左脚的小腿肚的地方有一个大约10元硬币的一个伤口，然后有那血冒出来。查甫囡仔肚骹有一个10块才大空喙，骨头嘛断去，目前带院观察。现场看到的民众就唔甘的，气敢会讲，家囡仔拢甲安尼佮走去，良心敢会得过？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调看敢是去，将握到车牌，啊车主嘛已经到案说明，交代车祸经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